大家好，我係能量站嘅阿波。今次想同大家介紹翻呢個呢，就係藍度瑪嘅光子精油嘅靈感精油。咁靈感精油呢，主要嘅功能呢有幾個嘅。咁第一個呢，佢係負責開通我哋腦區嘅能量啦，咁會令到你嘅腦區嘅能量提升啦，視力、聽力都會提升嘅。第二呢，佢係隸屬我哋血管嗰個能量啊。第三咧，佢係隸屬於咧我哋嘅靈性中心，咁所以咧你使用嘅時候咧會提升你嘅靈性層次啦。同一時間咧會令到你嘅靈感同創意會更多嘅。咁會有啲咩場合或者有咩人係特別需要搽呢個靈感精油咧？咁第一啦，就係咧你需要創意嘅思維靈感嘅時候咧，你特別需要，例如你工作或者你日常生活需要靈感都可以嘅。第二啦，就係咧譬如你血管嘅能量係比較有阻塞嘅人又或者你好容易瞓捩頸嘅人咧，都好合適去使用呢個靈感嘅精油，佢可以通翻血管嘅能量啊。第三咧，就係因為你個頭嘅能量阻塞而引起有頭痛嘅時候咧，都可以使用靈感精油，因為可以開通翻腦區嘅能量，等個腦區嘅能量唔阻塞啦，你個頭痛就會消失啦。咁跟住咧同埋如果你想提升靈性層次咧，都會好需要使用到呢個靈感精油嘅。好，而家講下呢個靈感精油嘅一啲搽法啦。好，咁第一個我哋要搽嘅位置咧，就係我哋嘅鼻梁粒位啦，即係咧鼻頭斜上去呢一個粒位，未到額頭呢個粒位，我哋搽呢個靈感精油上去啦。第二，我哋要搽嘅位置咧，就係我哋兩邊嘅頸動脈。譬如有陣時你哋把脈會有陣時放隻手指喺度，你 feel 到個脈搏嘅，我係成個嗰個區域。成個頸動脈，我哋都搽咗佢，係啦，等我哋嗰個動脈個血管嘅能量咧提升啦。好，跟住最後我哋要搽嘅位置咧，就係我哋嘅玉枕穴。咁玉枕穴喺邊度咧？其實咧頭後面啦，你咧摸，如果你就嚟線到落去呢個我哋呢個窩位，我哋嘅枕骨嘅位置咧，你試下向上掃翻啦，會有一個好凹嘅位置嘅，相對嗰個位就係玉枕穴啦，喺個頭嘅正中間嘅，係啦。咁你就咧搽到呢個玉枕穴噶啦。最後要同大家講翻啦，尤其是最初第一次去正式搽我哋嘅藍度瑪精油咧，建議頭一至初用嘅頭一個星期，建議都係開住個窗等空氣流通嘅情況下使用，又或者喺戶外嘅情況使用，因為我哋個精油個分子好細啦，咁可以穿透到身體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開住個窗等空氣流通咧，咁個效果會更好。咁今日就去到呢一度先。咁樣咧，如果大家對搽精油藍度瑪精油個用法有啲咩疑問咧，隨時都係 WhatsApp 嚟問我哋，又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問都得。電話係21578590。好，多謝收睇。